倒实在真好佚佗，热天会当出世，啊若是热天会当欣赏薰衣草，寒天会当出世。真侪观光客甘愿牺牲困眠，日咧3更暝半，暝仔尾3、4点就起床，坐出流浪车来到山顶，欣赏哪亲像海影的云海景致。嘛，互旅游作家封做是拼命嘛爱看一届世界风光。另外，北海道也有一个出名风景所在，就是建筑大桥西区安定中雄，伊特别设计水之教堂。热天会当欣赏到12个菜入水面，真侪新郎新娘拢足想要来遮翕新娘网衫。很多女生都会向往来一场浪漫的海外婚礼，像我们现在呢就在安藤忠雄的水之教堂，而在这里呢还有专业的这个仿型设计的团队来为大家打造一个日式新娘风格的造型，到底会怎么样呢？让我实际来为大家体验看看。用电头毛管来甲头毛打造出有罗曼蒂克的造型，搁来画眼影，互目睭看到更较迷人。用这个胭脂碰粉来装饰一个，搁换简单大方的婚纱。经过彩妆师的巧手，大约是要花2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来一场浪漫的异国婚礼。对音乐牵手做伙来踏入新城的教堂，心内的欢喜就随打上心头。目睭前看到的是青翠的水池，头前的落地窗仔门，若是甲关起来时，窗仔孔本身就是一个12格，不过若是甲开了后，有倒会当看到徛伫水池中迄个大型的12格，这确实真有创意，结合水、窗光、翠绿、风的元素。建筑大师安定中雄设计这个水的教堂，嘛称作新人心目中结婚生成的圣地。另外，伫北海道用规块冰无接缝来打造出一个冰的教堂，眼冷、肃静、庄严，互真侪新人想要伫遮留落爱情的脚印。选择这款海外的婚礼，统计这10年来已经成长要10倍了。目前一年差不多有500对的新人伫海外结婚。除了这个机构梦幻的教堂以外，伫北海道还佫有这个夏秋季节限定的迷人景点。透早4点外的日头，照到规分树照倾倒起来。来坐流浪车，享受13分钟的空中散步。飘悬1088公尺的景观台，壮观的云海，敢若亲像枯山的白龙。这个南海波浪的云海水墙，一望领啊，又搁称作一縷一縷的银丝带。眼前的景致是水敢若仙境同款，这嘛，互旅游作家讲拼死嘛要来看这个世界的绝景之一。可以让我们终身难忘那种的感觉。3点就起来了，感觉就是说大自然的魅力，不是人为可以想象的。看来都是很漂亮，都觉得这么早上啊，很值得。对。1、2、3。不过要看这款大自然的奇景，就要看你有迄个福气通拄顿会到无，就要天时地利拢有伫配合。因为若是半暝来落雨，就会影响到云海的景色。所摆伫遮有一个这个云海仙人，伊逐工拢会来做预测。若無講你凡是唔知影，伊過去其實是流浪車嘅維修員。昔ですね、朝とか整備してるんですね、支柱の上で。すると雲海が見れたんですよ。で、私たちはそれ日常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お客さんに見てもらったらどうなのかなと思って始めました。するとお客さんの反応がとっても良かったので。伊原本只是唔敢講遮水嘅景觀，敢若伊家己看到，所以伊就有心想要甲分享出去。安尼，互这个云海景观称作北海道出名的景点。想欣赏云海，还可以坐上这个由树脂做成的云海床，远眺远方的天空奇迹。为着通互更较侪人通用这个无同的方式来欣赏云海，度假村嘛真大心来设置这个敢若亲像云同款的椅子啊，互人伫顶悬有敢若亲像瓦搭伫云霄同款。另外一边是木造的空中吊桥。会当互人哪呼吸新鲜的空气，搁哪听这个通拖鸟只的叫声，来去享受到人生乐场的幸福感觉。记者综合报道。